大家好，而家就係到馬年派利是嘅時間啊！咁啊喺到呢度恭祝大家馬到功成，馬年行大運，買親邊隻股票都升。咁呢，今年嘅主題呢，即係其實由2026年開始呢，馬年嘅主題呢係 AI，即係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會顛覆一切我哋而家做嘅嘢。咁樣呢，就而家升得最多嘅呢，亦都係人工智能股。咁啊，你亦都會話：哇！呢啲升咗1倍㗎啦喎！但係根據黃仁勳講呢，嗰啲 AI 公司呢，未來幾年呢，要投資6萬億美金去建立呢個 data center，即係數據中心。咁啊，所以呢，而家嗰啲同呢啲有關嘅股份呢，都會急升㗎啦啊！咁啊，第一隻就今年已經升咗1.2倍嘅呢，就係長飛光纖啦，6869啊。咁啊，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如果要起多好多嗰啲數據中心呢，一定要用好多光纖喎，咁樣，咁所以呢，就股價呢今年係咁樣升，你唔怕佢高，只怕佢唔升啫。咁啊，第二、第三隻呢都係 AI 嘅股份。第一隻就係 Minimax 希宇，第二隻呢就係2513，呢隻就係 Knowledge Atlas 啊，就係智譜啊。咁啊，最近呢兩隻呢都升成倍㗎啦。咁啊，都係因為摩根大通話睇好佢喎，話去到而嗰個目標價係咩？2030年嘅30倍 PE 喎，黐咗線嘅。不過唔緊要，最緊要有人炒嚇。咁買入價目標價咧，你自己定啊。咁啊，最緊要股票識升就得㗎啦，就係好股票啊。而家就係要跟潮流買 AI 股。